集就帶大家一齊出發去有音樂之都之稱嘅維也納。作為一個音樂創作者，呢個地方一直都係喺我嘅 bucket list 上邊。今次就係會從 Stansted 機場出發，由倫敦去維也納，大概需要3個鐘頭。上飛機嗰陣時呢，因為空姐見到我拎住支拐杖啦，所以佢就好貼心咁樣將我安排咗去第一行。感恩。到達維也納之後，我就乘坐呢一個機場快線前往市區啦。天氣似乎非常之唔錯，然之後再轉乘市區嘅地鐵。你睇呢隻橙色勁靚。上緊去嚟緊呢4日嘅住宿，入到嚟就係一個門關咁嘅位置啦，跟住有張凳俾你坐喺度着鞋啦。跟住呢一個係一個開放式嘅廁所嚟嘅，有塊超大嘅圓形之鏡，俾你靚靚咁照下鏡。仲有乾濕分離嘅廁所，然之後休息嘅地方基本上一眼就睇得晒啦，就係咁樣啦，非常乾淨企理。想嚟捲翻個髮型。To feel like I belong, like everybody needs a home, and when I take your hand。笑死，唔知點解呢，嚟到呢度係咁想唱歌咯，完全停唔到，好似彷彿燃點咗我嘅音樂之魂。捲好咗頭髮，準備出門。嚟到維也納嘅第一日，我就打算根據住經典愛情電影 Before Sunrise 嘅取景地打卡，呼吸住維也納嘅空氣，繼續壓下。今日已經大概扭親咗半個月啦，所以拎住支拐杖行得越嚟越順。哇！呢個天氣呢 so great。第一站我就嚟咗呢一間唱片鋪，咁佢就係 Before Sunrise 入邊男女主角愛情萌生嘅地方，佢哋喺度一齊聽歌，非常之浪漫。咁我就冇遇到任何人同我一齊聽歌嘅，不過可以欣賞到入邊好多唔同嘅唱片啊，黑膠大碟、CD 等等。喺最入邊仲可以見到電影嘅 poster。第二站我就嚟到呢一間成立於1880年嘅 cafe， 佢至今已經有140幾年嘅歷史。咁呢度亦都係電影之中嘅經典場景嚟嘅。我就喺呢度食咗我嚟到呢邊嘅第一餐，黑松露醬配薯條，再加埋呢個奄列。呢個薯條非常之新鮮滾熱辣，好脆，再點埋呢個醬，出色。你睇下呢個人食得幾咁招積，佢依家仲未知道聽日會發生啲咩事啊！繼續食吧，你依家食得有幾咁開心，你聽日就知味道啦。跟住我一邊食嘢嗰陣時，一邊有隻烏蠅不停咁圍住張台飛。Oh my god！ Anyway， 繼續食埋個奄列。食完嘢之後，我就去咗附近周圍行下。經過一間幾靚嘅家品店，我入去轉咗一圈就出返嚟啦。之後就嚟咗呢度食返杯雪糕做飯後甜點啊！佢入邊都有相當之多嘅口味俾你去選擇。我揀咗呢個榛子味嘅，下邊呢一個好似係 yogurt 味，冇記錯嘅話，味道都相當之唔錯，推介。咁由於天氣都幾熱下嘅，成30幾度，要買返支維他命水瘋狂補給一番。之後就繼續慢慢步行去下一個景點，俾大家欣賞下呢一度金黃色嘅陽光。再行多幾步路就到達瑪麗亞特雷西亞廣場，呢度都係電影拍攝場景之一。
跟住我就揾咗塊草地坐下，去感受下呢一個人嘅獨自浪漫時刻。廣場嘅兩邊，一邊係自然史博物館，一邊係藝術史博物館。喺夕陽嘅金光照射下，佢哋好似發緊光咁。而喺廣場嘅中心位置，就可以見到紀念神聖羅馬帝國皇后 Maria Theresa 嘅大型雕像。接下落嚟就嚟到城堡花園，去朝聖下偉大嘅音樂家莫扎特嘅紀念碑。係高音譜號型嘅花啊！出返嚟大街之後，我就打算試下搭下路面嘅 tram 去下一個目的地。沿途可以一路欣賞到好靚嘅城市景色。嚟到今日最後一個電影打卡地，就係呢條陸橋啦。聽到呢一首音樂，你估唔估到我依家喺邊呢？哇！呢個就係大名鼎鼎嘅多瑙河。咁因為藍色多瑙河呢首歌呢，我一直以為多瑙河係藍色嘅，但係嚟到呢度發覺原來並非如此，同埋我發覺呢度都幾多一隻隻飛嚟飛去。哇！你睇下佢哋跳舞跳得幾開心，循例都要喺度打返幾張卡，再偷影下睇緊嘅你。欣賞埋第一日喺奧地利嘅日落，跟住就早啲返去休息啦，透足精神迎接聽日繼續嘅旅程。